嘅阴谋。天那么流动，从爱爱飞到那沙，飞到那沙。 揣唔走嘅思念，天那么尖的短短两截，飞到那沙，飞到莫爱莫爱莫爱呀，真正的自由。 下盘以后母子，因你个因你还更有给你痛爱喊起的安乐给抢了哭。 也希望嘅啊！生活拢变了不是啊！我就知道人家他们越来越奇怪。你都台是冇嘅啊？是偷哦！关妈小事啊，生也批论的。迄个根本是骗人生意的，唔是你老顺啊就唔会讲。 唔过，根本去迄个老师风的模样，就不准是你老孙。唔才讲骗嘛骗！你真经被关心的，因关心的唔系爱 V 感觉，系唔切家老师风。这等等，也是心里都好不讲。刚刚冇啊！撒谎！我讲，别说，快动作嘛，这了。我骗了。 明春，你制服怎么没有拿给我洗？不用啦，我自己洗就好。你自己洗？没有啦，我是想说自己学看看怎么弄。我没听错吧？妈，怎么样？ 我问你哦，生小孩会很痛吗？生小孩哪不痛的？不过痛过就忘了。养小孩比较辛苦。那你会后悔生下我吗？38，我哪有时间想那么多了？从越南嫁来这里就是结婚生孩子啊，不然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可是爸对你那么不好哎。那是我跟你爸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 今天法院来通知了，要开庭审理你的保护令，可能要你过去作证，你可以吗？
你不会后悔不想跟爸离婚了吧？不后悔，妈为了你一定要离开你爸爸。早点睡吧。我妈为了我要离开我爸爸，你妈为了你，竟然还以为可以留在你爸爸身边。爱相同咧，都亲爱。過來！捱無愛啦！捱無愛啦！捱無要掂唔掂啊？冇啦。捱無愛啦！喐嚟啦！捱無愛！翻好嘛？捱無唔乖，唔乖，乖。好，應該是。誒，見面水，見面水。哦，哎呀，我去哪啦？我當開呢？按摩精神，我是得吗？真嘅，我都是偷的。啊？你講咩事？你喺講啥喎？媽媽講，佢不啷係聽書，應該係真嘅。飛嘎嘎，你這個事都聽到快睇哦！佢又唔係叫我嘅媽媽，按多年嘞。幾樣嘅對應都唔記得了哦。係真嘅，唔想講識圖嘞。V 嘎嘎，咩做？你會叫到安尼啊？用我啲呀？你老人乜乜嘢㗎？冇機會啦，大家唔再去。你阿母卡做得將來講呀。啱到，卡死上掉嘅啦！見面村，你真幾多歲啊？當然冇講啊！幾小輩嘅新年講下來做咩啊？我倆會曉，連倆會講都係問題嘅，要講啲偏曬嘅馬桶底都係。繼續冇講啊！啱唔啱念啊？而下邊唔敢念呢，唔係當愛記。我話到有些年嘅，佢就要攞嚟結婚，冇想到佢心肝暗黑，佢根本就冇關心我。見面村，所以那新年人係咁樣嘅，根本就冇幾隨條曉記，我倆會講。老佢講下來，伊聽說要本沙飛叫人帶走，佢萬年愛記將老佢帶轉去。佢就為冇氣家嘅媽媽，
大年都会看人演变色，请唔到一个真正会去改你。唔对么？我多见，还是无办法原谅救我的妈妈。迄讲希望人会救下来，也就唔会按艰苦。你想人生年人会救养，救养无办法原谅伊的。唔想吼，去就拿体啊！无妈妈嘅生年嘅，真经当菜过。佢我无爱讲嘅。爱用做一错的。卡卡，我真经唔知要用假啥，又唔敢老阿妹讲。当然总唔得让让妈妈讲啊，那种事情不太认的，就会灭到董夫吵。我问你，我很中意苏一个吗？哎呦，亲好，就用亚基飞对伊保严肃。保严肃，我用来做。哎呀，家妹啊，你莫安好吗？我冇小姐沟通，你就安吼，我至少一部社会局人讲。我老刘飞轮讲过话咧，飞轮我讲过咧，我真嘅冇想到，会有一个小阿哥诶，安用老眼讲法。歹势啦，我冇教好，警察局时吼，公会搭摆冇抬冇势。唔会啦，其实讲到飞轮吼，佢本身就一只爸爸妈妈冇嘅声音，从细到大缺乏母爱，囝仔根本冇关心佢。后来飞轮去到关护所，囝仔连一摆都冇看佢。入明啊！飞轮特别都学上达，脾气唔好，囝仔就做铁。后来囝仔又甲阮拍沙，连人才那边就唔清咁多咧。我伫教会很多年，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冇嘅声音，我冇办法了解，用要绕嘅呢，排得到自家声音，人当睇去，声音较安静，很脆个。咁咩见到咧啊？我就阿 K 一个来嘅天天咧，我哪有可能唔会见咯？不过，我真嘅唔记得，我要来面对安样嘅佢。所以讲，因为考虑这是眼内的小姐喏，尊重去不去做乞丐。你讲乜开啊？20万呢？哎，见面村，我也把穷用狮子大开口哦。嘎嘎，算了啦。点点，苏一去，面村做唔得去医院呢。你把他按你清清菜菜食药的就好了哦。啊，莫按过啦，因为补身体，因为封口费，20万，迄唔存到呢。你嘎嘎，俺谁勒索呢？哎，要判冲吹呢。唔惊挨讲啊！我惊妈呀！黑讲上迄本全世界都敌有性骚扰的前科，还拿学生的咩都态度是，做对啊！我一定要抹茶，哈。行为思想哦，
用钱做得结结吼，都是小可的事情。先讲好 ，cash only。冇按多钱啊！你做得本起啊！哎，唔係等你都看得到。金面春，那就很搞的好朋友哦。愛也無愛，一枝花。哦，你讲也不问钱，种花的事情就做得酸呢。當然啊。好，也不问了。好啊。簽名。我睇潮歌哦。唔簽係冇？好啊。好。簽。簽啊！唔好搶。劉飛倫，冇嘢事情。到底係幾多年啲嘅事情啊？錯，你唔了幾多年啲嘅事情，差唔多見到見到。劉飛倫做乜啊？關乜小事啊？用嘅，靠你啊！魏佳佳兩係有，基本利用兩件事情，見人拿錢，見人拿錢，你有冇解空銀行啊？我哪當到提款機？你沒空用，我廿把空用，我路有多少？我猜老師輸嘞。劉飛倫，你會看太多嗎？老闆，你太高招啦！一開始吃土，還以為你吃到好高，厲害呢！我做你控制我氣㗎，我就一定會前聽聽啊！唔是托，姑嫂唔拿錢愛去買。你是有錢，以為唔拿，根本就唔拿。你下勒索啥下來咧？冇買土嘅錢，你就phải去偷、去搶，下面連錢都吃到冇嘛嘅。魏佳佳，迄人也沒講，基本人天數。貴找你天數咧？人講哦，迄個唔敢講出去，有死不能看啊！哎，搞緊用為什托啊？魏佳佳係有人講嘛嘅，唔好插佢，點冇？唔好安尼啦，其實佢真係想老捱天數，我本來想講，係佢老捱講，我媽媽嘅生日嘅正當才過，係我冇講，我想叫先講條路，聽從沒有懂到艱苦嘅事情。你看舌頭跟你講嘅話，你唔會信呢？處理好這個事情啊，態度這個事情，迄人也沒講。看你講幹啥？唔幹嘛？唔幹他媽嘅師生戀啊！想到安尼，迄無讀書哦，還想要考試。哎，阿妹啊，唔會從嘅經遇到嘅生意嚟啊？我想要先過種業。我感覺喎，而家台灣啲少子化嘅問題實在過嚴重啊！我想啊，係應該最少要強量嘅。講啦嘛啊，乜嘢人講生意啊？我就講我無閒嚟賭臭咧。會咁捱啊？冇可能，冇可能！學生嘅哦，成績唔好係搶字嘅。叫做三角函數啊，以後出差別咩冇聽說會用到啊，冇可能啦。老功課寫好，係學生嘅經驗，負責任嘅態度，有冇用到？
刘飞伦，你潘公司要先讲报告。那唔是你来，注定用在你地位中买的。先生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唔对潘公司做嘛？要嘛个啊？乜嘢啊？简明春，刘飞伦，唔喜爱，你就看我有处理。连春，你老师老外讲，真嘅有成功的哦。生年爸爸係乜人啊？连春，我係娘嘅先生，我有義務保護你。不過我要先本愛弟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，我真有辦法保護你啊？你係吃煙呢，還係唔係吃煙呢？马给人都吃年，你还没吃年，有你会吃年马给分就态度是了。姑嫂，你真嘅，係乜人強笨的啊？唔講法，那就去加團了。太子、劉飛倫、一怒、嘉威，仲冇可能係阿 K 啦。先生，你做啲乜個台嘛？佢唔俾我想去攞人聽書，先生冇攞人強嘅經驗。唔講我遇到困難嘅時節，我希望永遠做嚟聽書，我做嚟保護我，我相信唔係係啊。攞人咪講嘛？忙啦，我用嘅老嘅天數，係唔係老師你嘅拿鐵係？我會拿鐵，做啲乜個悶嘅嘛？要滿到呀？是都唔肯講。一下用吉實啊！唔過呢，前途保沙飛 Q。厲害啦！你唔係嘅啊？面村下望16歲呢，喺個眼睛已經低嘅，第24點鐘以內啊冇同步，眼睛出去反白嘅呢。愛弟嘅想哦，面村家不卡發生咁多事情，家也會又離婚咧。喺講一件事情本沙飛 Q 低咧，面村冇聽錯，會強強把人帶走呢。面村老家妹感覺希望呢。小妹強，冇想同佢哋，喺個本人腦度靠自己打到鬼唔好。拜託，保護生意很卡重要。唔真係是當然好難睡啊！我弄不理。你想看哪？面村很暗色，也好搞咩暗色？係講同胞沙飛 Q，你幾好搞嘅人都會啲呢？面村你有中意啊？揾做係愛，你咩唔想安呢？好，一擺出堂嘅，跟我想用嘅啊，仲愛同面村也未講啊。誒，唔該，做係咩唔清楚？我應該講，我講埋。咁唔會？都係。冇啦，電話講到嚟啊！我以為老面村夾未講。哦。老板娘，我怎么那么命苦啊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处理好就好。
妈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给你一个好的家庭，妈，你赶快起来啦！才让你走偏了，这么不自爱。妈，你在干嘛？你赶快起来啦！你告诉妈，孩子的爸是谁？妈帮你处理，不然至少也帮你讨一个公道。你该不会连是谁的都不知道吧？明顺，你快说啊！请问您是？苏老师，我是明顺的妈妈，我们有见过面，不过我想你对我没印象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明顺肚子里的小孩是不是你的？什么小孩？我不知道你们讲什么，不要随便诬赖人哦。所以你用按搞死我！你说你哪里上学到还不够吗？永远不要去伤心烂子，没必要为这种烂人毁了你自己一辈子。跟我走。妈，可不可以不要今天啊？你还在等什么？难道你想生下来吗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说，过2天就要段考了，我怕到时候身体不舒服，没办法考试，这样大家都知道啦。所以可不可以等段考完再弄啊？越晚处理伤害越大，到时候你会更不舒服。你今天就跟我进去。妈，拜托啦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会怕。宝宝，我现在没有能力照顾你，只好先把你留在这里。你看，这里这么漂亮。本来，如果我可以跟男友苏结婚，把你生下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这里玩啊。可是，他不爱我们。佳佳阿姨说，不要莫名其妙的把小孩生下来，你会很痛苦。我不希望你痛苦，也不希望你讨厌我，所以你先在这里睡觉，下次再来找我，好吗？你也没伫咧，你也还会用诶。哪没讲，冷气改处理就好诶。段考结束就会去拿铁嘞。唔好意思啊，给水去喏。算了啦，你用做的就安尼算的哈。冇用诶，哪一样的附近？
所以去欣赏，你唔喜欢附近嘛？做唔得就按你心里，做唔得。哎，你迄识到刘飞伦的后蓝水哦，刺甲都无干无杀的，你还讲按倒？注意去，注意去。唔好发到见面前的事情就按你说的。我还有运动都会媲美咯，你就等等看呐。哎，水起！还跑！你慢点啊！这样跑了。我要代表普丰乡乡民谢谢你们。大鼓掌！哎，我听人家说这里有公社的班里律师可以申请，请问怎么申请？大家辛苦哦，吃点心。好，分给大家。好。什么关系？贵夫人，简太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好啦，同学，笔都放下来，交考卷了。吴千柔，笔放下。林玉玲，又没写完啊？考卷放好，放整齐。他是我朋友，专门打离婚官司。谢谢贵夫人，可是我没有钱。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他是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律师，你跟他联络说你是我朋友，他会帮你。谢谢贵夫人。我们女人不管再怎么辛苦，都要抬头挺胸。你跟你先生是平起平坐的，离婚该争取的赡养费、财产一样都不能少。我建议你不要争取监护权，要争取的话就要争取共同监护权。现在的孩子问题很多，将来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扛法律责任，你不需要一个人扛。他就算再怎么烂，也不可以让他无事一身轻吧。
苦了你自己。总之呢，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开口，我会交代客人，特别关注你这个案子。谢谢郭夫人。报告。先生，你请来啊？娘妈妈老爱讲，你也着去结亲嘞。不过这个老先生讲，都太幸运无，那种事情总唔得个发生嘞。唔是少啦，也还无人。苏先生无来学校。记哦，前几年本人打嘞，请假无来。本人打，本妈人打。本人袂伫啊，沙菲哦，紧来紧乱嘞。面春，满18岁就有身风，迄种严重的事情，做对老先生讲，生意爸爸希望伊无。先生，我结亲爱老爸爸讲拜拜，姑嫂，唔好讲门的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，你家家也无幸运无？精神无蛮好，功课要变到洞察呢。家家，你正经说透哦，我当你兄弟乱讲啊！到底系正经的无？无买啊，就老食盐食变老穷用。哪有可能强用啊？难道唔讲哦？你总得讲出去哦。有任何事情也都无讲的，迄个唔敢讲出去，也就问全世界都定定生你的爸爸迄属于去，然后一点点。面春，你会吓？无啊，硬咩唔伫家家用的。你冇事嘞，你先转去啦。先生子谁？喂，佳佳，最近的精神好像不太好，很难过吧？哎，不是要汇钱过来，我货都准备好了。哎，我最近没什么钱。哟，了不起啊！不是很 hold 住吗？魏佳佳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以前不是很有种、很豪爽吗？现在到底怎么啦你？我妈她不给我零用钱。小事情早讲嘛，走，姐先带你嗨一下，再慢慢告诉你是怎么弄到钱。走，走啦，走啦。我在哪个？哦，转来啊！忝死咧，忝死咧！哦，根本呀，
我一发奖励红包，迄结束中哦，还会讲哦，讲嘛该治安唔好，偷东西、抢人、生人啊，唔全不卡。还讲哦，动多年失托，讲到动严重，像爱使用诶，有可能啊。不过迄个啊，你身边真有人贴石头没有？失托嘅人啊，喺社会嘅毒瘤败类，当然啊，我本地死，留定做乜嘅啊？哼！成于中，行于外。泡茶的过程虽然是很繁复，但是它却可以展现主人和客人之间那种隐于内的情感交流。阿妹，什么？你要查清何事？亚一波嘅高飞有乜事情冇？老病头止痛用。前一餐咩？俺老女公发冇礼貌，把妹都压，老女费死力。爸妹，冇事情啊，冇你讲啦。要给同课下来，你好多同好。我哋你係一個迪士尼嘅人，一段時間咯，就請你推我照顧阿杰。我唔是佢照顧，我真係照顧人是噶。也係彩虹旗，象徵生命、療癒、陽光、自然和諧寧靜精神。我勇敢做是噶，固守我出軌，我唔想騙，我唔想騙是噶。也對唔係怪物，係屌絲，老師唔強用身手。全部是茶。多大人硬要吵幾叫？我哪有啊？我係同性戀件事情，唔好講係啦。我哪係同性戀？佢就問到哪係啊？我係做嘢勇敢嘅同性戀。雙年姐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呀，還有阿妹下，還有阿妹關心，你係冇錯嘅呢？你就冇 healthy 啊？我冇啦。我冇錢嘅，還要買假髮落去。我聽講，你老娘沒斷絕關係咧。哪有你冇生啊？今日唔幫你人用錢做嘛？你用啲啊？太黏了，腸胃用藥鋪啦。我也有一個打工嘅機會，你知個哪冇？當好穿咯。打工？打咩工啊？你要做的事情都簡單，就像快遞一樣，貨到付款拿錢走。哎，送货的。哎，送货的，送货的。哦，快点！搞什么傻？这个。退地都会买啊，按强，你用要按几喏？喊你拜张钱，都在买。個人去去買，喊你拜會生活嘅時間當錢，按住先。
同种的妹。嘎嘎，亚神级看得嘿，你啊哈迄雄壮的妹，唔免强用啊！莫当你啊，迄个嘛个慈善活动，嘎嘎去广告，我看嘛，爱都按摩喊啊！爸，说你啦，下礼拜要搁较认真读书，唔会再发生的。唔听人嘅妹，品学兼优，迄基本嘛。总唔得下面子，对冇？对啊。哥哥，送我做咩？加嘅嘛嘅，點樣做咩？加嘅嘛嘅。嚇？咩啊？冇咩啊？哎，就知道你呀，참美越來越奇怪。本來呀還唔相信人類唔知件的石頭。佢做老師研究用啊，心情唔好就失掉嘅咩？唔可以用煙條嘅啦。唔可以用煙條，佢唔靠乜嘅成績，冇東西唔可以用煙條啦。我老師同佢講，唔家都買長途嘅，喺某些身體會冇舒受嘛。哎，你唔係我媽媽，講我都做咩笑？都了閒閒同佢講呀，係真經關心。牙皮論啦，佢按人心嘅，應該當中好定人興趣嘅嗬，怎麼？隨聽人講，人前前阿爸係唔啲。唔可以俾人啲嘅，佢以後都用嚟爭證明。我哪爆嚟喊嘅？我講，伊啊，徐正宇講。哎，你做咩？慢來啦！啊！我們先去他們，有乜事情隨時同佢講。哦。王八蛋！你這回終於攞嚟睇數啦！冇可能啦，佢哪有可能會真係攞嚟睇數啊？可唔可以揾到錢啊？打工啊！老邊改個鬆風，我家在黑唔能講，行我送東西就唔好送，點啊？人見陪你等唔來了，佢陪唔啲。唔冇陪你，冇陪你媽媽，唔想出愛。搞你怎麼辦？哎，趕走啊！趕走啊！老實說。是什麼永遠給你面？只有勇敢面對現實，才有改變嘅可能。沒有誰能夠保護誰，只有手牽手閉上臉，用銳利的眼神看向前面。